第17章。過了6天，耶穌帶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，暗暗的上了高山，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象，臉面明亮如日頭，衣裳潔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亞向他們顯現，同耶穌說話。彼得對耶穌說：主啊，我們在這裏真好，你若願意，我就在這裏搭3座棚，一座為你，一座為摩西，一座為以利亞。說話之間，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，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：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，你們要聽他。門徒聽見，就俯伏在地，極其害怕。耶穌進前來，摸他們說：起來，不要害怕。他們舉目不見一人，只見耶穌在那裏。下山的時候，耶穌吩咐他們說：人子還沒有從死裏復活，你們不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。門徒問耶穌說：文士為什麼說以利亞必須先來？耶穌回答說：以利亞固然先來，並要復興萬事，只是我告訴你們，以利亞已經來了，人卻不認識他，竟任意待他。人子也將要這樣受他們的害。門徒這才明白耶穌所說的是指着施浸的約翰。耶穌和門徒到了眾人那裏，有一個人來見耶穌，跪下說：主啊，憐憫我的兒子，他害癲癇的病很苦，屢次跌在火裏，屢次跌在水裏。我帶他到你門徒那裏，他們卻不能醫治他。耶穌說：唉，這又不信又悖謬的世代啊！我在你們這裏要到幾時呢？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？把他帶到我這裏來吧。耶穌斥責那鬼，鬼就出來，從此孩子就痊癒了。門徒暗暗的到耶穌跟前說：我們為什麼不能趕出那鬼呢？耶穌說：是因你們的信心少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，就是對這座山說：你從這邊挪到那邊，他也必挪去，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。至於這一類的鬼，若不禱告禁食，他就不出來。他們還住在加利利的時候，耶穌對門徒說：人子將要被交在人手裏，他們要殺害他，第3日他要復活。門徒就大大的憂愁。到了迦百農，有收丁稅的人來見彼得說：你們的先生不納丁稅麼？彼得說：納。他進了屋子，耶穌先向他說：西門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誰徵收關稅丁稅？是向自己的兒子呢？是向外人呢？彼得說：是向外人。耶穌說：既然如此，兒子就可以免稅了，但恐怕觸犯他們。你且往海邊去釣魚，把先釣上來的魚拿起來，開了他的口，必得1塊錢，可以拿去給他們，作你我的稅銀。